德国英文媒体 DW News 于昨天报道一篇德国外交部泄露有关中共迫害维吾尔人权的一份机密文件报告。报告指出，自2016年年底以来，新疆地区的基本人权不断在恶化，中共对维吾尔等穆斯林群体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近年来，中共当局在东突厥斯坦以职业培训为名而拘押百万穆斯林民众。这一事件逐渐被外界所知后，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昨天，德国英文媒体 DW News 报道一篇该国外交部泄露有关中共迫害维吾尔人权的一份机密文件报告。该报告最初由德国外交部为了难民工作事宜上的需求，于去年12月特意向该国移民及难民事务部门提供，并将其作为咨询文件，但后来却被泄露于世。有一名著名的维吾尔歌手被中国当局被判入狱。深受人民欢迎的维吾尔女歌手热西达·达乌提于2017年被中国当局任意逮捕并关进集中营。她的住在海外的亲戚最近透露，热西达被判无期徒刑。自2017年初以来，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发起了大规模任意逮捕行动，许多维吾尔宗教学者、知识分子和演员成为了当局的打击目标。以前被当局监禁的民间歌手阿卜杜热伊姆·海特、演员阿迪里·米基提和歌手萨纳瓦尔·托尔逊等最近获释，但是他们被迫参加中国的反对派宣传。2020年2月2日星期日，德国北纬州志愿母亲组织和东突厥斯坦信息和文化中心在比勒菲尔德市为维吾尔孤儿举办了一项捐赠援助活动。志愿者母亲的代表在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他们将始终为东突厥斯坦的孤儿提供必要的支持。因组织者的邀请，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昆艾莎也参加了此次活动。他在讲话中强调，维吾尔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迫害和种族灭绝，并动员有意识的土耳其人关注和支持维吾尔人的斗争。来自社会各界的大约有1000人参加了该活动。与会人员表示，他们非常感动，并将更加关注东突厥斯坦问题。东突厥斯坦文化和信息中心负责人阿卜杜吉利里卡拉卡什对该活动进行了评估，并指示实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和非常有效的计划，将在德国各地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活动，并向为该计划做出贡献的所有兄弟表示感谢。在中国，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流行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增加到425人，受病毒感染的人数已经达到20438人。另一方面，美国加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应对措施，拒绝14天内曾在中国逗留的外国人入境。如果在航行过程中发现有客机载有曾在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旅客，整架航班可能都将强制前往指定机场降落。北京政府对华盛顿此举提出猛烈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首次举行的网上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有关疫情，绝大多数国家对中方抗击疫情举措表示赞赏和支持。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疫情做出过激反应，采取过度应对措施，显然与世卫组织建议背道而驰。华春莹表示，美国政府至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却第一个从武汉撤出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出席会议，3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他什干出席了 C5+1 的部长级会议。同时，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穆赫塔尔特列乌别尔德
土克曼斯坦内阁副主席兼外长拉希德梅列多夫、吉尔吉斯斯坦外长陈契斯阿伊达尔别克夫、塔吉克斯坦外长希罗德金穆赫里丁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卡米洛出席会议。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的声明，外交部长就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以及阿富汗局势交换了意见。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来到乌兹别克斯坦之前，曾访问过哈萨克斯坦。在访问哈萨克斯坦之时，蓬佩奥谴责中国打压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他呼吁中亚国家庇护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